台语黑百万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的面对。大家好，我是明白大丈夫，讲台语听台语嘛，完全大丈夫。来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咱的马队。大家好，你买当成为大好野人。叫。好，大好野人啦，咱一定要来面对的嘛。来，周瑞达。大大行，谢你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来介绍阮这组的来宾队长哦，好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当hen，是这是阮的 team member。队员，英语我买通啊。咱的队员啦，队员我来要自我介绍也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亮。阿亮啦，啦，是阿亮啦，吼，阿亮的边仔咧。大家好，我是金贤。来，咱三岁哦，吼，好来，搁三个字，我是木心。木心，好来，欢迎你。多谢。来，今日咱三团这里啦。阮这出笑曲叫做《接南人生》。接南，阮全台6个县市拢有演出，一档演出27出安尼，所以你会当经离厝里上近的所在，你来看都 OK 啊。像迄个 OpenTix 顶管拢买会到。介绍甲真清楚呢。对啊，是咪票价嘛？现在要讲一下。票价有1000的，后1000的800、相对啊，坐近的、坐远的拢不要紧，上重要是咱剧本爱好啦。而且这剧本拢是咱家己创作的。家己创作的。哈，搁有上重要是什么时间要演，也是讲要安怎去。知影讲咱的这消息要去倒位，这较重要。好，咱的关键字是啥物？关键是去 OpenTix 拍上阮的《接南人生》，就规个拢会撞出来安尼，规个拢撞会出来。啊，你不管你是8月要看9月、10月、11月、12月，规个拢有。所以我一定去包规个2025年规拢包起来。哎呦，虽然讲只有2到11，但是吼，你跳咧看拢无要紧。凊彩倒一出，你想要看，你有闲你就来。阮这单笑过尔，无啥物延续的部分，所以你免炸，免炸闹来啦，无啥物内容就对啦。8岁到80岁拢会使，拢会当看。好，会记你甲阮支持哦，哈，好来欢迎您哦，来换你那边。咱这边是规个演出对不？我唔对，阮这边是用声音来演出，规个用嘴，用声音去讲。是来欢迎咱的队长马库。大家好，那这管呢？声音，我是一个广播主持人，对即马嘛有 podcast，就叫做马克信箱，对啊，这是我的伙伴玛丽啊，这是我的某卡提亚请我的队员自我介绍，卖紧张，大家来，来，咱一头位，来自我介绍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卡提亚，我是马克的水某。水哦。你会当叫我卡提亚，台语的意思卡提亚。卡提亚，是欢迎。哇，欢迎卡提亚。好，上来去倒位听。我即个头壳听，你讲台语淡薄头壳听，我是 Mary 玛丽安尼，平常下晡的时阵呢，甲马克嘛是咧种广播电台安尼，嘛会当伫 Podcast 听到咱的节目安尼。是，好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，搁再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 Dian， 我是玛丽的亲情。今日阮马过来吼，是有迄落啊，礼物要来啊。对，因为你想到他拄切的时阵看袂到，你要摕较悬。对，就是我就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变做有钱人。对，好呀，对，所以这是一个线上课程啊。线顶的课程是啊，我知影有人会想讲，那有可能我每个月都拢有去趁钱啊，毋过钱走得到。钱毋过有两点，我想要讲第一点就是卖家己的钱学袂开。爱有目的的开钱，卖学袂开。第二点就是爱家己的钱投资伫
全球的指数化基金。哦，对。你的钱莫干那买一个国家，爱买全球的，伊会使拢去投资的一种投资商品。嘿，唔对啊，卖想较紧互人骗去。是，甲阮支持一个哦，嘿，是即马少年囡仔拢真好，拢家己做家己的想法安尼吼。好，今日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，抱歉，欢迎咱的罗公行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光成，台语真丰富，接讲会当互恁赚大钱，买新厝。啊，真正有这100万无？真正有。直接。吼，来，谁来？你看着，这是真的吗？这真的啊！哎，等直接 K 呗。你莫讲，等你检查来。嘿，伊这警民连线6块哦，电刷砍掉，电刷砍掉。有这家己的。是，所以讲今日咱是初赛。这季吼，就是分做3个阶段，头一摆来就是初赛，今日2队对阵对无？你若赢就进入复赛，嘿，复赛就几落队哦，你若搁赢就进入决赛，尾来总冠军就要摕到100万，就是这。所以讲哦，大家拢爱好好啊讲，带他买新厝哦。买新厝哦。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我大兵，台语新词大调查，是安那调查咧？哦，甲两边的朋友报告一下哦，台语新词，譬如讲无人机。譬如讲眼线笔，这个物件是不是台语进前拢无出现过？所以咱就有新的词出现。啊，这个单元就是去调查了，看嘛什么词吼，讲法是上侪人讲的，较侪人选的，较侪人选的哦，吼。啊，分数呢？咱拢总3题啦，你若拢答到，你来得到6000哦。 6000哦。好，来，咱即马先来试第一题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哦，群众募资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群众募资哦，吼。 来，美秀这边是总奖人钱，嘿，群众募资就是讲，嘿，来，你有钱无？来，好我者，马克有钱哦，来我者，这是不是总？吼，就是敢若我找你家，甲找你家，甲找甲玛利亚，嘿，都安尼总，是，我总钱的。 迄种想法啦，所以是总奖人钱。是阿雄，我的感觉叫做 Q 钱，Q， 不过敢有 Q？ 不是，我今嘛要创啥？你这有无？甲我斗3工啊，才 Q 50啊，遐 Q 50，你有无？咱拢讲 Q 者，啊，其实哦，阮2个答案拢对的哦，拢是对的哦，2个答案拢对，只是要选一个讲，较侪人在讲的，吼，会记哩哦，吼，到底是美秀的总奖人钱，还是阿雄的 Q 钱？来，咱2边请选择，美秀，阿雄，演一边，哎呦。阮这边哦，阮来面对哦，咱来面对哦，伊有甲风险分开。来，先问阮这边的，好，阿亮啊这边的。从众人钱听起来，较无救急，迄种感觉。较好听啦，较好听啦。是总钱啊，总钱嘛。以前有听过人去银行总钱啊，即马加大人总钱。好，啊，咱这边的阿贤甲阿心。 Q 字讲起来较简单，较直接，对啊。阮细汉嘛有讲平钱啊，平钱嘛有嘛，Q 字嘛有。哦，你可能细汉较歹过，是。咩？你莫咧讲，人改名。人改名是。改名真正人生的换另外一个哦。系啊。想法就搁变啦哦。对。好，来，我这边拢选你呢？拢总钱。总钱派嘿。来。 就我扣定总奖人的钱，总奖人的钱，总奖人的钱，所以你的扣只是目的为了要总奖人的钱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起码伫募资有总奖人的钱。啊，阮玛丽，伊讲伊顶摆看迄个亲戚卖计甲有讲着，伊去总钱安尼。
我讲电视真正有影吼，是学习的好好物件。吼，来，咱看一个哦，吼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这条的答案哦是伫美秀这边。来，两边都有分数，先加落去。恭喜加1000哦！啊，咱马对咧，马对加2000。这个扣钱、装钱哦，拢是咱台语本来有的讲法啦。啊，咱台语本来讲扣钱的时是讲，哦，一个庄头可能是要做什么代志，像讲要大拜拜，哦，啊叫大家来加减出钱，哦，啊有时是讲扣丁钱，看这家伙有几个查甫人，哦，啊一丁扣偌济，啊若查某就扣半丁，哦，啊加遐钱集中做伙来做什么代志，啊若装钱是讲你。拄到什么紧急的代志吼，啊马上需要一条钱，你要紧去找钱来，啊咱这叫做装钱。啊不过伊这个叫做群众募资吼，就是要去叫大家来摕钱出来到处一项工课啦。迄是紧急的。这可能紧急，但是主要伊是讲爱正人啦，爱足侪人合作伙啦。啊所以咱即马用这两个数去调查的时候，装正人钱。选的人吼，伊是有54%，啊，若扣钱有45%，啊，所以咱的答案是，这个中正人钱较侪人会去选。好，来第二题啊哦，来先请促销，真刺激哦！来哟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工具人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工具人哦，嘿，来美术这边是苏永林，因为咱呐，你若咱要摕物件的时阵啊，是毋是咱若要摕工具？是我在摕嘛，是我使用的嘛。简单讲就是使用人啊。哦，使用。啊那我阿雄这边的我的讲法是下骹手人。哦，下骹手人。哈。下骹手人甲我使用人敢若目睭啦。因为伊就是你下骹的人嘛，你叫伊创啥伊就创啥嘛。是。对啊，等于是顶死甲下死的关系。我的工具人就是我卡一通电话，伊就帮我买票，帮我买饭，帮我去摕物件，安尼是不是甲下骹手人？啊，是我会较简单，是我的使用人就是讲摕个工具来做工作，就是我使用的啊，所以我是使用人啊。啊，我是下骹手人。哦，这严重性无共呢。好，来两边咱请选题。必修阿雄编辑表。下骹手人，袂歹袂歹，咱当诶。下骹手人就感觉有较像，伊工具人就是代表我较悬，我较低，我还叫你去做代志，因为咱若共款的袂叫你去做代志，所以感觉像下骹的手人安尼。哦，下骹手人，你把骹来手来好啊，下骹的手人，下骹的人嘛，原来是拢无人要选使用人哦。我是感觉迄使用人，有可能会有误会。误会，因为平常时嘛有可能会用到这个字，法律。所以这你亲戚卖计较，你无看到。我未看到遐呢。到底是我使用人，还是我下骹手人咧？较侪人在讲咧吼。来，老师，咱揭开的答案是。咱这边吼，所有的观众拢选唔到去。好，其实这两个词吼，咱台语本来拢有咧用啦。啊，咱台语讲下骹手人，就是顶死甲下死的关系啦。啊，若使用人一般是家庭内面的，咱过去吼家庭若较有钱的吼，会请一个人来厝内面做厝内面的工课，吼就讲买菜啦、洗衫啦，吼这咱叫做使用人啦。啊，咱即摆工具人就是讲，伫厝内面我叫伊创啥，伊就去创啥，这种的，毋是迄个顶死甲下死的关系。所以选的人吼，选使用人的吼有59%，啊选这个下骹手人的才40%尔，所以比例上来讲，这个使用人选的较济。来，请促销，请促销。上尾要一题啊哦。好，来，老师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泡泡纸的台语，倒一个较济人讲？哦，泡泡纸，来，大家拢有看到这图吼，是不是？就是咱字话拢会噗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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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啊。是我这边的答案是鸡龟仔纸。啊？伊就是敢一张纸，毋是足大捆的。对啊。啊，若掠起来就一张纸，啊，迄敢鸡龟仔有啊，咱食迄落啊，泡泡糖嘛是安尼。啵，哦，会破就对啦。啵，嘿，一张鸡龟仔会破。我是用迄写叫做鸡龟仔纸。哦，了解。啊，我吼是用迄个形，你看，一泡一泡。是。啊，所以就是泡啊纸。
哦，你是用一泡一撮，你唔是用迄声哦。你饲就是会逼啦，嘛啵啵啵，嘿啦。对对，伊应该是啵啵啵安尼嘛。系啊，嘛是可以，就是一看就知影，应该是一泡一泡泡啊怎。是，啊，毋过即马人到底是讲我的加几啊纸？还是我的泡啊纸咧？哦，阮嘛拢唔知咧，其实阮拢无答案哦。好来，两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哎呦！各位亲情莫计较，嘛是选你的呀。无错啊。好，不要紧。来，咱即马问一个哦吼。你讲。破啊转，因为拄啊美秀姐甲伊形容嘛是讲饲落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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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感觉你甲地瓜直觉地瓜嘛是安尼。我感觉你若甲卡疼合作一个组合应该袂歹，真好的组合，真好哦。Mary，迄破啊纸，我是想讲，敢会，你这是包物件铺你的卡，破啊纸嘛是可能会当安尼讲。哦，这种感觉你是讲铺你的卡，铺啊纸嘛是？破啊纸呢？嘛对咧，因为我物件拢放伫顶头安尼。哦，你感觉会当听有你的声啦，啵啵啵啵啵啊！哦，这个名就是伊的声啦。就是波啊架啦。好来啊，正确的答案，老师是。啊，咱这边吼，所有的观众选的拢是正确的答案。你讲的鸡龟啊吼，伊较大粒啦，啊伊这吼一粒啊一粒较细粒，啊伊个拢一摆才一粒着吼。啊囡仔拢摕这来算啦吼，真侪囡仔摕到这吼，拢会一直甲饲好破，啪啪啪安尼足好算的吼。啊这伊对迄个声来啦，扑一个扑一个吼，所以扑啊纸。啊咱调查的结果是，选扑啊纸的人有66%。啊，选鸡龟仔纸的才33%尔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就看这分数，来看分面对即嘛有3000。啊，那咱买咧？哦，即嘛有4000哦。好，来，今咱的第二回合 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哦，就是意思讲，咱等下互你看到过去。是。嘿，是要过去什么货咧？有当咱就是用古早的相片，有可能是鸡仔路啦，有可能咧办活动，有可能是庙会，嘛有可能是做田人咧田地做代志的时，所以无共款的生活拢甲翕起来，啊用 AI 变成影片互恁看。哦，是啊，分数咧。哦，咱这回拢总4题，每一个人拢会使起来回答。你若拢讲对，上侪摕到12000块。哎呦，12000，会记哦，先提起来哦。好来，啊上会先提示哦。好来，上个咱先提示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看，是咱台湾上水的一条公路哦。好，来咱先看影片。哇，真水！哇，嘛有海影，嘛有山壁的世界级的景观，这条公路，你敢知影这个公路叫什么名咧？上水的公路就是苏花公路，会看山，会看海啊。好。嘿，所以你的答案是苏花公路。司法公路。苏花公路的台语是咩样讲咧？刷落来要带恁看，是咱台湾上水的一条公路哦。好，来咱先看影片。哦，水。哇，真水！哇。你甲看咱台湾嘛是真正有水的所在呢。好来，上个咱行去倒位佚佗咧，咱请出题。是一个台湾的东部有一条有关卡，嘛有海影，嘛有山壁的世界级的景观，这条公路，你敢知影这个公路叫什么名咧？好来，咱请抢答。啊，来，感觉伫东部安尼是毋是花东花东公路？来，老师，花东公路对不对？
歹势唔对哦。这另外一种讲法是。伊的答案不是正确的，不是另外一种讲法，是可能要较挖北边一些啊。哎呦，搁我北边的啦，哎呦。来卡听我你啊。嘿啊。我是想苏花公路。好。来。啊，台语。台语苏花公路啊。国语咧，坚持苏花公路。你看，国语苏花公路，台语嘛苏花公路。哦。上水的公路就是苏花公路，会看山，会看海啊。好。嘿，所以你的答案是苏花公路。啊，只无咱个斗相共者。好，你苏花。哎呀，袂歹，苏花公路。哎呦，你要讲啊，袂歹。忽然间哦，系啊，忽然间啊，来大声甲老师讲，这答案是苏花公路。司法公路。苏花公路。好，安尼会使。迄叫做苏花公路啦，吼，啊，像叫做苏花公路，因为伊有一头伫苏澳，啊，另外一头伫花莲，对苏澳通到花莲去，啊，是沿海边啊吼，做出来一条公路，所以因为咱知影讲伫咱这个东海岸吼，是海顶面就是山，对，所以爱伫迄个山边改挖一条路出来，这是足困难的工课啦。不过咱台湾真正把这个工课做出来，啊，这嘛是足危险的，因为这个路吼常常拢会崩山啦，是啊，哦，因为就是山真粗嘛，吼，真惊啦，所以嘿啊，所以崩山常常发生啦，那雨落伤济工吼，就会崩山啊，所以这路常常在修理啦，啊，真正要过无安尼好过啦，所以你若真正赛车对遐过吼。水是真水，不过嘛是看到足惊的啦，哦，因为落去就是足深的海啊，是，所以这个是咱台湾一个足水啊，个足惊险的一条公路，叫做苏花公路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上来来，咱请提示。是，刷落来这个影片吼，是咱要跨入去大学内底考验。哦，要去大学内底，哎呦，会考验哦。来，先看影片。哇，真认真呢。你看家己的，唔看别人的。哦。哎呦。这阮迄个年代啦。哎呀，以前迄个考试的年代。哦。哎呦，这爸仔母啊。只讲恭敬。哎呀，爸仔母也咧背啦。哦。以前我嘛真希望安尼呢。系啊，阮老爸老母通啊摕水果啊，摕什么水啊，再甲下放啊。对。结果无机会。啊，这个应该是有一个题目啦，吼。好，不要紧，来，我要出题啊哦。好。今日咱去倒位佚佗咧？来，咱请出题。是，啊，在影片内底吼，代表是一个过程啦吼。请问，在民国72年，台湾要升大学的这个学生，要升大学，干那一种方法？因即摆咧考的是什么考试咧？好，来，手放好好哦。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阿勇，阿亮啊。嗨。嘿。嗨。嗨，这种诶。刷，海刷无啦。哦，海甲刷啦。光生笑的啦。我感觉这应该是大厦人口。哎呦。是哦。大厦人口。大厦人口对唔对，老师？正确。袂歹。以前吼是其实应该正确的名叫做大专人口啦，因为有大学有专科，较早3年制专科学校，含这是做伙考的啦。啊，不过伊讲大学人口安那会使啦吼，因为主要是大学较济啦，啊专科较少。啊，即马咱已经无这个考试啊，咱即马无叫做人口啊，哦，咱即马若要升大学吼，有一个叫做基测，哦，啊，搁另外一个叫做基考，会变做有2遍的考试啦，哦，啊分开来考，时间不共款，所以你第一遍若考了无，你还有第2遍。啊，不过以前敢若1遍尔，哦，一年敢若1遍，哦，迄也叫做大专人口，还是讲大学人口安尼。好，搁后手搁有2位哦，你100万，你免烦恼，全部免烦恼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是，好来啊哦，好，拄啊，恁拢看过啊哈。好，来上个，咱请提示。是，刷落来这个影片是咱细汉时阵的记忆。哦，细汉时阵的记忆，什么记忆咧？来，咱先看影片。
以前学这好野人呢。对啊。哇哇哇！哦，迄是应该4练的，你有看？哎呀4练的啊加4练的。哦哟，这大家拢看到足明显啦吼，应该是细汉的时阵，恁应该拢有啦。胜过，胜过嘛，4练的啊。对啊，而且我会记得以前的国校啊内底拢有专门一个池啊，叫做这个运动咧使用的。是，系啊。我唔捌算过呢。啊，你毋捌算过？别个我唔捌算过。啊，别个迄画足重的有够重。我唔捌算过。落尾愈来愈轻啦，愈来愈轻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到底题目是啥吼。咱今日去倒位去倒，请出题。请问他昨咱看到遐囡仔，因咧做什么款的比赛呢？哦，什么款的比赛哦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。直排轮。直排轮。直排轮是，即马叫安尼吗？以前的排轮。以前。哎，即马讲的是古早。来，你讲啥？直排轮。直排轮。直排轮。来，老师，直排轮对唔对？还是唔是哦？啊，你讲的是即卖讲法。古早。讲法。古早伫 disco 会耍的迄种吗？哦。哎，对。喺西门顶有一栋有无？北港迄种老兵啊。老兵啊！老兵话，广东话都来啦。哎呀，老兵啊！老兵啊！溜，社会是迄溜溜球溜冰。哦，袂歹哦。社会溜溜球迄个溜。哦哟，台语真好咧。是，就是爱动一下脑啦吼。来，甲答案甲老师讲。溜冰。来，老师。安尼就正确。老师足紧张，记甲夹起来。嘿，来分数。今日得了3000咯。所以拄则迄个错误答案讲，伊应该是要讲直排轮啦吼。不过伊发音嘛无真正确啦。啊，过来就讲古早无迄个物件。古早迄个吼，就是有链啊，不过伊唔是直的，吼，伊是头前2粒，后边2粒。是。咱改叫做溜冰啦。因为那伫咧正式嘅比赛吼，华语因是一个溜冰，一个滑冰是无共款的哦。咱一般人无分，但是运动比赛内面，因迄是咧，唔是伫咧冰顶面的叫做溜冰，那伫冰顶面的吼叫做滑冰。滑冰。所以你个花式滑冰唔是花式溜冰哦。哦，迄应该是拢是冰顶面会当做的。所以咱台语嘛爱对伊分开，所以咱这个伫涂骹的吼，咱叫做溜冰。啊，若是伫冰顶面的，咱叫做厝冰啊，叫做厝冰。哦，我安尼都分得出来。所以咱是有分的，所以拄则讲的溜冰是正确的。不要紧，你100万真金。好，咱够有一位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可以啊。来，关键的第4位啊。来。是，我讲这真正有影真关键的。爱拼。我即摆来问者，咱是演员嘛，吼。是。啊，那阮的真正卖计较，你是什么老师？我是太极瑜伽的老师。哦。太极瑜伽。我教太极拳。哦，这种这就对啊。哦，啊，那是瑜伽的。瑜伽爱做软的啊。哦，做软会使。会使，哎呦呀！核心很强，厉害嘞！厉害嘞！哇！你边较老，阮这边我都唔知影。我买票，你买票，来，进2、3，喝酒！你看，这嘛真好，刺激卡！练这对身体真好啦。加油哦！我就是讲，你的队友看他生无，啊，你的队友看他结婚无，就100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题是。是，刷出来要带恁看的是咱传统的一种杂技的迄个技艺表演。哦，杂技的技艺哦。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哎呦！哦！哎呦！对嘛，我讲咧，伊个压起来咯！哦！哎，以前咧电视阁会看到呢。哎，有啊。系啊。哦！我够厉害。哎呦喂啊！好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今日要去倒去倒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头拄仔咱看到传统的杂技表演，这个技艺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什么哦？来，咱请手答。
哎呦，好，来，木星，咱试看卖。洗盘，洗盘，哦是是快哦。洗盘，哦，洗盘。是哦，来，老师。我袂晓，我会晓洗尻川。洗卡层。洗盘哦，来，老师洗盘对唔对？会当正啦。这个咱本来无什么特别的讲法啦吼，啊，不过伊是去转盘子啦吼，啊，咱若转咱台语会当讲做转啦、练啦、洗啦，拢会使啦吼，所以你讲转盘啊、练盘啊、洗盘啊，拢正确。报一个好啦，来来看阮敏家。民家即马有9千，啊，阮敏家咧，啊，即马有7万。哦，哇，真好，豆豆啊来，奖金会愈来愈济哦。是。好，今日的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哦耶！哦，来，命运的轮盘一直洗。好。中来一个问号，哦，白提示，有什么话咧？问号是啥？来，甲恁两位解说一下，问号内底就是奖金的意思。哦，上加1000、3000，但是上济是12000、15000。哦，奖金拢伫遮啦。好啊，算。来，白提示咱念一个。好来，见老鸟啊，倒数运河，假指节运典礼。哦，白提示哦，代表白无共款的问题。哦，无定着老的奖金是偌济，可能是15000，哦，无嘛有可能是1000哦，看恁打一要选。而且阮节目真亲切的，就是讲哦，互恁一条救命的啦。救人哦，咱若唔知影的时阵，咱都迄落答案拢袂当参详，就敢一解机会会当参详，你若袂晓，你若我去救人哦，对有咱就通讲话啊。无问题。安尼因就有镜头啊。无问题。啊，来另外一个提示讲，咱分数较少的人，咱有这个权利通先选，无定着15000就互你先选着，先甲分数扭起来哦。好，来咱这边面的哦，来你先选。好，要选倒一条。来，你选倒一个。要选倒一个。鸡，选有把握的。哈？你讲啥？有把握的。有把握的。你有把握？有把握。我是讲咱无把握，咱有把握。把握。我选一个鸡。鸡。爱食鸡。爱食鸡哦。好，来咱来看者，鸡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这是稀奇哦，稀奇鸡。卖互我打食鸡。来，咱一定爱摕到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南土土鱼鸡的食法是用油煎过了、温淡了来食？啊，你敢知影这个物件是为什么国家传来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哇，台南的土土鱼鸡还是要发救人，12000哦。葡萄牙。嘿，试看卖。嘿，来，你要试看卖。嘿，我感觉是荷兰。为什么？因为荷兰捌统治过咱嘛。第先讲为台南起来，我感觉是荷兰安尼。荷兰。嘿，荷兰。台南土土鱼鸡的食法是对什么国家传来的？请问台南土土鱼鸡的食法是用油煎过了、温淡了来食？啊，你敢知影这个物件是为什么国家传来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哇，台南的土土鱼鸡还是要发救人，12000哦。葡萄牙。试看卖。嘿，来，你要试看卖。嘿，无要发救人，唔免。哦。哎呦，我感觉是荷兰。荷兰。因为荷兰捌统治过咱嘛。啊，郑成功伊为台南起来安尼。地先讲为台南起来，我感觉是荷兰安尼。荷兰。嘿，荷兰。荷兰对唔对？荷兰。哇，12000块杯啊！12000块杯啊！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这个食法是因为大航海时代吼，这个葡萄牙伊嘛是阵啊有对咱台湾过，哦，虽然伊无统治咱台湾，啊，伊这个食法是荷兰人留落来，啊是葡萄牙人留落来，因为是甲鱼吼先煎过以后，再去温淡来食，啊，咱即嘛是甲放伫鸡汤内面啦，所以嘛是甲因的食法真共款。啊，这种食法是对这个葡萄牙呀，因伫因咧中原啊伫尊顶的食法，啊，咱家学来。
所以跟荷兰无关系。还是其实你若是去澳门啊，伊有一出菜叫做马介休球，伊就用马林鱼嘿鱼仔肉落去运，嘿对。落去煎，运混落去煎了，才可以落去淋酱，一模一样。真正就跟咱的迄落啊同款啊，土豆伊个同款啊。是，好，不要紧，万二杯去咱个万五。好，来，即马马过来，要选倒一个。豆酥。豆酥。哦，好来哦，来咱来看豆酥的奖金有偌济。哦。哎，豆酥一种无定着伊这问题真歹用哦。不要紧啦，咱个塌去就好啦。对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若是爱对豆酥做尊称，你会使讲师傅，还是讲师傅咧？来，10秒的时间。师傅啊？嘿，是要安怎叫？师还是师傅？师傅啊？时间差不多。师傅较舒服啦。较舒服。哦，对。哦，师傅哦，较舒服啊。对。好来，师傅对唔对？过去吼，若是爱学师啊以后，才学遐个技艺吼，啊伊学了以后，咱讲出师啊吼，啊迄个以后人就叫伊师傅，像讲剃头师傅啦，啊是迄个拍铁仔师傅啦，涂水师傅啦，吼拍石仔师傅啦。啊，若是师傅，就是对算讲有一种特别的能力，还是讲有特别的知识的人，咱就会叫伊师傅，是讲出家人啦，还是讲这个迄个做咱讲师公啦。哦，这种啊，咱会叫做师傅啦，咱就袂叫伊师傅啦，所以这是师傅，这是正确的答案。来，安尼了解啊，吼，来了解今日先提15,000。哇，捷运哦，这运，嘿，这运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运的奖金有偌济？你拢足够赚嘿！我拢无摕到。哎呀，那安尼，不要紧，这届一定爱摕到啊！吼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各地拢有捷运，啊，你敢知影倒一条路线是自动驶车无人驾驶的，而且嘛无驾驶员的路线哦？伊是台北的文湖线，还是高雄的轻铁？来，10秒的时间，会当看救人哦。好，来，还是要家己来。我救人一个好啊。哦，来啦，去年救人哦，来。因为我搭过轻轨，你有看过人的赛？你有看过人的赛？我记。你会记的？我会记的，有人的赛，哦，有人赛，好。哦，来，文湖线。来，你讲你的答案是？台北的文湖线。文湖。来，台北的文湖线，对唔对？可能不对吧？差一个。来，分数。恭喜你了1万咯！哦，这去了。咱的那边病吼是伫内湖啦吼，啊你若坐捷运来内湖的吼，你看迄个车就无人驶，不管倒一头拢无人，因有时有一个人伫遐咧服务，但是迄个毋是驶车的，吼无人喺咧驶车，伊嘛无一个驶车的位。其实毋哪干那即个捷运是无人驶啦，你若去坐迄个叫做宽纵线吼，伊嘛无人驶啦。啊，不过伊只答案内面无迄项，所以咱袂当选迄个，会当选的即个答案内面吼，就敢若即个文湖线是无人选的。啊那高雄迄个轻铁，迄是有人驶，因为轻铁就较像咱去澳洲看的电车共款啦，顶面一定有人伫遐咧驶。过来哦，愈来愈刺激啊！即摆万2啦，19,000啊哦，嘿，够有15,000。够有15,000啊，啊无嘛有7000的。来，敢有感觉？啊，你常常咧做迄个啊？常常咧做啥物？典礼哦。系啊。典礼。典礼哦。嘿。我就惊我家己是典礼的司仪，啊，毋过答错真歹势安尼。没啦。教啊。教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教的奖金有偌济？9,000块。袂歹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有一种台湾才有的鸟啊，伊的头是乌色，啊有红色的喙甲脚，身体是蓝色的，你知影伊是什么款的鸟啊无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哎呦，哦，敢若知哦。台湾拿球。哦。敢是？来，不要紧，你感觉？你感觉
台湾拿曲。拿曲，係。好，来，台湾拿曲对唔对？来分数。今日你就交清咯。哎呦！啊，伊用这个名是正式的名啦吼。啊，不过咱台湾有另外一个名，咱叫做长尾山羊。长尾。啊，不过伊若讲台湾拿曲是伊的正式的名，这是会使讲的。哎呦，愈来愈刺激啊！来，安尼你看，他多1000块有效啦。哦，你看，1000块对啊，赢。是不是？差1000不管啥，咱就甲他去就对啊。好，来换你哦。好，安尼我来一个老老。好，来看老的奖金有偌济？老5万5啦！哎呦，免啊，咱救人咱用过啊，靠你家己啊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上老的大学已经有140多档的历史，你敢知是倒一间大学？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台湾的大学哦。台湾上老5、4、3。140几年咧。140应该是台湾大学啦。台湾时代就有啊嘛。系啊，台湾大学。嘿，是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好来，台湾大学对唔对？台湾大学吼是日本人吼来台湾以后，伫咱台湾建设的头一间叫做帝国大学的伫台北的这个学校啦吼。伫台北的。但是迄当阵啊，已经有另外一个学校比佫较早，迄是日本人还未来以前吼，就是伫个这个青条尾吼，这个长老教会吼，因伫淡水吼有设一个专门咧训练因的这个宣教师的学校，这叫做理学堂大师院，尾下就变做即卖的真理大学，即摆这学校还搁伫咧，所以你若讲真理大学就正确啊，因为伊是比台湾大学历史搁较久。好，谢谢老师。真理堂外师院，真理堂外师系啊，哎呦，真理哦。是。我感觉那真恐怖的，一直互选到冠的，对啊，一直拢无对啦。哎呦，这是一个赛吗？哎呦，好来换你哦。好，加油哦！我要选龟啊，龟子啊，龟子。好来，咱来看下龟子的奖金有偌济？5000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拜拜定定讲吼爱拜迄个树果，你敢知树果讲的是4种果子，还是四季的果子咧？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嘿，有咧拜拜吗？无呢。哦，树种，树种吗？四种，嘿，四种果子。4种果子。好来，4种果子对唔对？就咱拜拜时吼，咱咧讲敬树果吼，这树果其实毋是4种啦，因为咱拜拜果子吼是爱倚树，袂使上树。是。咱讲的是四时的果子，就是四季的果子。就讲即马什么果子着时，咱摕什么果子来拜。无一定爱拜某一种果子尔。是。但是毋是4种，因为4种就是变香树。咱一般来讲拜拜不用香树，用倚树。哦。所以袂用4种果子来拜拜。真正即马才是。我来开始对，好，这是冰棒的机会2万，好来温和还是电力？我选，因为温和真正唔知影，选电力好啊，我来选电力。好，来咧，看下电力奖金有偌济？3000哦，所以温和是偌济？哦，我无去咧，温和应该就是7000吧。较悬哦，好，不要紧，咱一定爱对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为着要表扬遐伫咧表演艺术的这个区域认真拍拼的人，今年7月伫咧咱台北的表演艺术中心已经举办了第1届颁奖典礼。你敢知影这个颁奖典礼叫什么名？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这应该唔知影，免10秒啦。来，台北剧场奖剧场节。哦，台北剧奖。哦，奖啊，奖奖啦，系啊。好，来台北剧场奖，你讲对唔对？
局长，唔是局长奖，是台北戏剧奖。戏剧啦。啊，因经营剧场，所以因去想到剧场。啊，其实伊奖的正式名是戏剧奖。好，来，谢谢老师。来，上尾一个问号啊。来，咱看者问号奖金有偌济？7000，来7000哦，80岁咱请出题。请问田寮港是台湾第一条的人工运河，你敢知影这条运河伫咧倒一个县市咧？哦，倒一个县市哦，来60秒的时间。你也袂救人哦，你要救人啊！你要花钱？救人哦，看为啥人的民讲知影？救人哦，中华。你无讲中华？中华哦，为什么中华？尴尬聊啊，尴尬，你会聊尴尬，聊哦，聊。中华哦，嘉义云林，嘉义。我嘛可能嘉义，跟我。为什么嘉义？云林。就单聊，敢若伫迄区，哦，产底遐较济就对了。迄时阵应该是爱进产，所以有产寮港人工运河，我唔知。听无嘴，中华哦。嘿。好，来咱来看，中华对唔对？等于袂当冤家哦。应该唔是高雄，就是家人啦，因为这两个所在拢有叫做田寮的所在。伫高雄，咱知影讲有一个月世界吼，伊就是伫高雄的田寮区啦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伫家人啦。家人有一条运河吼，迄个所在古早叫做田寮区啦。啊，因为挖一条运河对遐过，所以叫做田寮港。咱台语的港吼，就是有河的意思啦。啊，迄个运河挖出来时，伊的目的是要浸三马窟，因为迄当阵台湾有足侪山顶出落来。这个茶库就是大，迄个木材啦吼。是，拢甲浸水出去要运去日本的时候，爱先放伫家人港，啊家人港因为无可能放伫港内面嘛，会去盖着船啊，所以伊挖一条运河，迄3块拢浸伫这个田寮港内面。哦，啊等下船要运去时，甲拖去，啊若要伫个台湾要用吼，就甲摕起来拍个打以后，就伫遐迄个运河边仔就有足侪叫做撩茶馆。哦，就是专门的锯木厂啦，专门的锯柴。嘿啊，所以这条田寮港是伫家人。以前我囡仔时代足看，啊，即马已经变较下起来，因为路需要。啊，迄个港的功能已经无像以前遐尼有需要迄个功能啊，所以即马港变小啊。无泡迄个茶嘛，拢无啊，无，即马无啊。啊，迄港顶面吼有12座桥啦吼，啊，每一个桥拄啊一个生肖，所以有12生肖的桥拢伫迄个港的顶面。真特别，来，即马。真三金就是爱看，会当娶某，会当生囝。来看阮的民价，即嘛19000，真好真好。啊，那看咱马价咧，马价2万哦。哎，嘛袂歹嘛袂歹。好，同齐看他甲2万摕到转去吧。加油加油！好，今日来1秒，6000斤。系1秒6000斤。看图又俗语，是来看图又一个俗语，是的，顶面拢有画图，没错。啊，你去摇哦，哎，斟酌看迄图。好来，咱即马分数啦。因即马吼就是2万块嘛，就是换20秒。20秒，收少少，嘿，佮加30秒变50秒，好无？3题尔，紧个把秒数愈侪愈好。好，好，就参加奖金摕到转去哦。加油！好来，第一题来哦，上来咱请出题。这个题哦，头一句是死到时站灯，啊，甲图有关系哦。死到时站灯，什么米？安唔知米不是，安尼伊个下骹生米煮成熟饭哦。不是，你看伊边啊，无米。拼奖金咯，因会当摕偌济转去咧。第一题来哦，上来咱请出题。来这看。哦，几个题哦？头一句是死到时站灯，啊，甲图有关系哦。死到时站灯，什么米？安唔知米不是，安尼伊个下骹生米煮成熟饭哦。不是，你看伊边啊，无米加煮番薯汤。啊，正确。啊，我喺番薯啊。嘿啦，啊边等咧煮啊，等咧煮。
哇，看到有番薯，嘿，4到4点钟无米才煮番薯汤啊啦，是，就讲咱人袂当。就是讲且战且走，对，袂当，拢爱计划好啊。拄着在迄落啦。嘿，好，来，咱即马看几秒。哦，袂歹，够26秒哦。加油！好，加油！来，第二题，咱请出题。来，接看。哦，安那，这有亲像人的巴肚内什么无？你哦。嘿，这有啊。长，嘿，叫大什么？大长，够小长啊，进卡。哦，因你发言内底有哦。I want to shoot him。大人够小长，竟然个写英文，你顶完想好笑吧？袂，他唔甲笑会好啊。来，咱看一个，15秒哦。哎，袂歹个哦，上尾啊一题啊哦。来，哦，今日要生囡仔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接看。我哩。哎呦，二郎先告状。二郎行。好，进卡。哦，被二郎行。对。二郎行。是，我感觉伊袂歹。对啊。我感觉恁某真正会一直讲。会讲有，只是讲无定讲，以后真正冤家啊啥吼，要讲拢讲台语。用台语冤家啦。而且恁若无介意吼，你无介意人听着恁他讲台语，无人听有。哦，对，是毋是？介好。好来，即马上条看数，记得看秒数。咱即马秒数6秒呢。好，6秒就是我这6000块的奖金。6000块，咱即马记得去颁奖。颁奖，奖金6000块。啊，够来金牌。真好，其实哦，台语就真趣味，你若敢讲哦，较像影接讲啦，你就进步愈来愈紧。无错。嘿，啊，毋过咱这边不要紧，咱无着，咱虽然嘛是某共款会当带啦，是，因为带一个某不止100万。开较济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，感谢罗光成罗老师辛苦了。谢谢。张开有机会，好，恁斗阵讲台语。大家互你拢欢喜。感谢，一定要来，谢谢。